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市新光三越百货公司早起11点半12楼发生火灾，造成严重的伤亡。市长罗秀燕成立2级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全力来救灾。高雄连环杀人案，警方伫嫌犯因兜敲出家刀、甲尖刀等等的物件，已经送去鉴定。伫家刀顶头也找到现场的死者甲嫌犯的 DNA。美国总统 Trump 甲普廷通电话，双方同意谈判，互俄乌战争赶紧收煞。另外 ，Trump 也甲泽伦斯基通电话，泽伦斯基表示讲相信美国的力量。好，先来关心的是台中市新光三越百货公司，伫今仔日早起11点半左右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根据了解呢，目前是11楼甲12楼当咧改装，那像就是因为施工的时阵无细致，唔才会发生爆炸意外。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赶去到现场来成立2级灾害应变中心，也指示全力来救灾。目前是传出有5个人死亡，11人受伤，还阁咧继续搜救。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台中的新光三越百货中昼11点半左右，唔知虾米原因起爆。一罐楼层的窗仔壁壁开，百货公司附近规涂骹马落坐建材，也阁有玻璃，规个是路苍苍，路边也有医护等得急救。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赶到现场了解状况，伊表示死伤和送医的人数目前还在增加，已经成立2级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全力救灾。同时，我们也成立了2级灾害应变中心，来进行相关的救灾、戒备以及调查以及善后的工作。气爆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哈，那有路人也受到了波及，造成欧卡，所以这个附近呢，我们都进行管制。根据台中市长罗秀燕的讲法，百货公司11楼、12楼的美食楼层当在做改装工程，那像是施工所引起的意外，不过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市长表示，检察官已经有到现场，后续会进行调查。11、2楼有在进行改装，那据了解，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那这也是，但这不是最后 final，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它有一定的程序，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那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哈我们会进行调查。目前新光三越附近的路段拢已经有管制。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为了安全嘛，为了莫阻碍救灾，伊呼吁民众唔通到这附近来。另外，总统赖清德嘛透过面册表示，行政院对英台院长已经有指示内政部消防署赶紧调度救援脚手，原来卫福部嘛当地协调医疗资源，希望提供受伤的人上好的救护。记者卢尚珠、郑俊友综合报道。好在台中市今仔日有影是真无平静哦，佫发生2件火灾，有一搭是伫咧台中大理的古早厝，警消人员是甲一个80多岁妇人人甲救出来，加在人是无安怎。另外一搭是伫咧台艺的工厂，同款是透早的时发生火烧，嘛加在无伤亡。火烧甲食物乌烟呛对天顶，因为建物大部分拢是柴起的，火烧一个未收煞。消防人员有水线拍火，但是阁有一个80岁妇人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紧抢救，尾手伫厅头后壁的房间内将救出来。那个女儿跟着去医院好不好？来，好，那我们在获报之后就立刻进行那个人员的搜索。那后来在第3面的房间的卧室里面有发现到民众，然后顺利把他救出。那救出的民众是意识清醒啊。13半暝1点左右，台中大理这间大厝熊熊着火，消防人员出动8分队，将火势控制掉。附近居民讲，平常时敢若妇人人甲外籍看护住伫遮，加在及时甲救出来。我们有啊，我都我来台中发工啦，叫我判叫请到精神看啦。另外，伫台中大雅13透早6点左右也传出火灾，因为遮个工厂拢是铁厝，火翕伫内底，乌烟呛甲规世界。消防员紧甲门拢互开，对内底喷水降温。因为铁皮的散热它比较慢，那蓄热很快，那加上这个整个都是密闭的铁皮建筑。面积也很大。警消表示，因为铁厝工厂囤的物件拢足够着火，火着转烧对另外3间工厂。消防局表示，当时毋是上班时间，也进入火场，确实无人受困。火势伫1点钟后受到控制，着火原因搁来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那再来关心这高雄连环杀人案上新的进度，即卖呢，警方是伫73岁姓高的嫌犯因兜去撬出家刀、甲尖刀等等的物件，已经送去鉴定。伫这家刀顶头也找到姓张的死者，也有嫌犯的 DNA。被害人以及张姓嫌犯的 DNA 生物基证。那尖刀的部分根据现场的尸块，我们尖刀的一个锯齿状的一个刀刃，跟现场尸块切割的一个形状的工具切割断面的工具痕迹是雷同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尖刀以及剪刀是嫌犯行凶与切割的工具之一我们目前是寻获有37块，那有35块是属于这个造林被害人的这个尸块高雄市刑代表示讲，目前已经找到37具尸体，也那这嫌犯的阿祖呢，目前是还未找到任何的部位。另外有风声，这嫌犯的笔记内底可能有写一个姓陈的第5位的被害者，刑代是否认，讲目前是敢若掌握3个被害者，也无啥物外界所讲的笔记。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公开表示，这总预算案审查报告明仔载就会送去到行政院。总统赖清德是希望讲，这个韩国瑜甲倒英台会当赶紧来调野协商，找解决的方案。也毋过，国民党煞认为讲，这就是总统咧插手来指导。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回应讲，呼吁拿赢支持这个福议案，毋但是合法，嘛是上界合理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对立无解决，审查书一定就是送行政院。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发声，希望立法行政2院院长赶紧调集调野协商，上好是会当伫总预算案送出进前就结论。不过在野党是质疑，经过3读的预算案是要安怎协商？他现在只有韩国瑜提供这么一条好的路，就追加减预算嘛。有些部位钱可能还多，你可以砍一点啦；有些部位你觉得真的不够，那就加一点啦。要行政院穷其一切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解决了，他提追加预算嘛？一旦通过之后，绝对不可能是马上进行预算的追加，这个必须是要有新增的项目，又或者是已经在执行的项目，因为经费不够。又或者是发生了新的一些天灾地变或者是疾病，才有机会用特别预算或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处理。总预算案持续卡条的，国民党立法党团提出新会期要推动行钱互民2.0，每一个人普发1万块现金，列作重大民生提案，国家这个普发现金法制化，强调已经有得到甲民众党的初步共识。不过气候绿营批评是违宪。张启凯委员他们提到就是有关还债的问题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觉得税收超征你来做还债，我们也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刚才跟大家报告，财政部没有减税计划。你如果寄望于现在的赖政府要把这么多的税收超征拿来做还债，那根本是天方夜谭啦！立法委员都不能用立法或修法的方式片面增加政府的支出。现在国民党要用修法立法要求普发现金，要用一个条例，就是再一次的违反宪法。财政部嘛成立税收鼓切专案小组，精进政府税收。那也是搁再声明行钱互民，不是咱国首创，南韩、新加坡拢有前例。民进党是强调超额征收安怎用，大家会当讨论。不过无应该是强杀法案逼行政院来实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和前立委高嘉瑜，甲指控伫美国买房地产甲海外信托是无申报财产。即马监察院已经立案来查核，会通知李干秀去说明。也那李干秀是表示讲，依法伊会配合。燕秀从事公共事务服务已经超过25年了，一向是坦坦荡荡，绝无盈利的动机跟意图。对于监察院财产申报处依法立案查核，我会在接到通知以后，也会依法配合向监察院说明，以化解外界的质疑。
李干事是表示讲，伫26当前，因为台北政治，所以对法规是无啥清楚，有影是无申报伊的老爸伫1994年所买的美国厝，也毋过伫海外信托的2间厝呢已经有报过，所以会找律师对高嘉瑜来提告。另外来关心这全台大罢免的行动，针对国民党立委陈超明、邱定军的第一阶段联署书，今仔日已经送去到中选会啊。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做罢免邱定军的领銜人，这国民党团是批评讲大罢免的行动呢是开钱过了时间，那准要甲41席在野党的立委全部拢甲罢免，拢总是会烧超过12亿的钱。错误作为，即刻罢免。罢免团体13早起去中选会交苗栗第一选区无党籍立委陈超明，甲第2选区国民党立委邱定军的罢免提起联署书。不过苗栗第2选区立委罢免的代表人，传出因为压力伤大退出，会由今年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接做代表人。苗栗选区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回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讲说，其实大家都有遭受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老师认为说，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站出来。我们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了，就是对方的支持者对我们做出一些口语上面的话，这样子。我们也想在苗栗找地方联署，但是一直都店家其实都也很害怕。罢免团体表示，李乔虽然有会啊，不过伊一个手就答应要做代表人，未来可能会透过文字或者是影像的方式来表达对罢免行动的支持。针对罢免联署书送件，到结果进前，国民党立委邱定军、甲无党籍立委陈超明是拢也无回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国民党团批评讲，大罢免劳民伤财，目前基隆市的罢免案已经开3000万啊。若是设定罢免41席在野党呼吁的立委，全台湾会使用超过12亿百姓纳税钱。在民间很多人都在问，就说一场罢免到底要多少钱？那以基隆来讲，如果一场是3000万，其实这样子一次烧掉12亿在罢免上面，那难道以后我们年年都要这样吗？民进党中常会12嘛讨论大罢免相关的议题，党团干事长王思瑶在会中表示，目前有13个民进党立委配合在野党锁定罢免，党中央应该协助攻防，会中嘛达成初步的共识，党中央会提供法律鉴定的协助，做伙论述甲规划。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在去年总统大选的时阵，哪像有去牵涉到中国介入选举的案件，即马地检署侦结认为，这张显尧涉嫌受到中国的指示，透过记者会接受采访，也个民调等等的方式，替郭台铭来宣传。所以呢，即马伊嘛去见到这个中国的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所以是照反渗透法定罪来甲伊起诉。以控制署总统大选进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家人大背下来配合，要拼透过联署独立参选总统，不过最后无登记参选。郭台铭清早期前期间，常常看到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出来收听，不过去年张显尧和桥头地检署以小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所属约谈12个侦结起诉。草拟文件进行电子签章，将该文件转交中国官方高层，以书面方式宣示在台支持郭姓候选人参选，以此方式介入我国总统大选。高检调查指出，张显尧疑似接受中国代理人的指示，配合中国政府计划优待郭台铭声量。打压迄时阵，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佮配合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作为副总统人选，促成过挂配，想要影响咱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弥补一下这边手机。那郭董刚刚说什么？检方提出张显尧透过开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甲发布过挂配，佮较比侯友宜民调较好，来替郭台铭宣传，甚至亲身去中国会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确认郭台铭参选计划。无厘头、急性式、偏执性的市政治理模式，造成台北市政不通人不和。
国民党籍嘅张显耀，捌伫2018年导致党内台北市长候选，最后失败。伫2013年，前总统马英九任期之内，做陆委会副主委，因为被检举涉嫌涉弊予中央，才离职。不过经过调查半年了后，得到无起诉的处分。即马阁被以涉嫌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不过到中告这个为止，张显耀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即马咱大海呢有影是真无平静。国防部是阁测到6架中国的军机，其中有4台呢是超过咱的海峡中线入来到北部的空域，也有8架军舰加1架公务船来交叉。另外，中国的军舰桂林号昨下晡是出现伫咱东北的海域，咱的海军也随派船去甲对。学者是分析讲，这无排除就是中国咧演练海空作战等等的任务。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共军的动态好亲像无平常。国防部13发布查到6台军机，其中有4台飞过海峡中线，拢进入北部空域，也有8架强舰、1架公务船拢出现伫台海。另外，军事专业台湾 ADIZ 嘛公布，共军空5-2D 飞弹驱逐舰桂林号12下晡伫东北角海峡出入，好亲像伫帮拖夜式成立，也引起关心。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动国造前舰嘛，那所以或许在这个区域也加强这个前舰的这个反潜的侦测活动也说不定。但是另外，当然美军的这个水下活动，日本的水下活动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可能很频繁，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做这种反潜的演练，可能是也有它的必要性。针对桂林号好亲像情愫的行为，海军唔敢大意，伫边啊紧张监控。东北角外海是各个潜水舰出入的热区，学者研判，共军可能伫演练联合海空作战，也是执行反潜舰任务。国家各组舰舰海军号一定伫今年交艦，无排除共军是提早做好应应准备。舰满舷、弹满舱的状态。若是中共不满美艦窜过台海，故意选伫12月元宵节即天出动海空兵力伫台海进行舰备警巡。共军淮北舰展开实兵对抗，进入接战的状态，向南方的义勇舰发声。外面也当看到双方伫对立。中国台湾宜阳号，中国海军淮北舰教。元宵节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值此佳节之际，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面对共军的挑战，海军强调运用联合情报监控侦查，专程掌握海上的目标动态甲敌情。但是共舰公布内容是无做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通电话，双方呢是拢同意展开谈判，互俄乌战争会当赶紧来收煞。也那 Trump 嘛表示，希望讲两个人会当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见面。另外呢，这 Trump 也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通电话，泽伦斯基是表示讲，相信美国的力量会当对罗西亚来施压，走向和平。美国白宫证实，总统川普甲 Russia 乌克兰两国总统通电话。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spoke to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ey spoke at length, and the president released a statement following that conversation in great detail. I can also confirm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recently got off the phon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His truth is as follows. I just spoke to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The conversation went very well. He, like President Putin, wants to make peace, but mostly the meeting that is being set up on Friday in Munich, I am hopeful that the results of that meeting will be positive. It is time to stop this ridiculous war. 川普甲普京讲话时阵，讲到双方同意就结束乌克兰战争，马上展开谈判。佢表示，可能伫无偌久的将来，甲普京见面地点可能是伫沙烏地阿拉伯。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по т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рабо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взаимный интерес, включая, разумеется, и тему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также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продолжении лич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甲川普通电话，当时各地几乎接待美国财政部长班森特。I know that he's a strong man and
And I'm sure that he will push Putin. Для мене тут важливі деталі, що буде з тими корисними копалинами, які є на тимчасово окупованих територіях. Ми сьогодні про це ще не говорили.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буде частиною бесіди майбутнього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Для мене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як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як для громадянина України. А вже ж. It will provide a long-term security shield for all Ukrainians. 川普团队这礼拜伫欧洲重要行程，分别是副总统范斯、国务卿鲁比欧参加伫慕尼黑国庆安全会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顶会议。赫格塞斯13伫布鲁塞尔，甲乌克兰官员甲西方朋友讲，希望开放乌克兰自2014年进行边界是无实际目标。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美国又搁传出空难啊！这是伫加州南部圣地亚哥近海的科罗纳多岛，有一只海军的作战机伫降落的时阵，唔知影啥物原因，是直接载入去到圣地亚哥湾内底。两个飞行员是逃生成功，即马状况稳定。美国海军指出，讲伫当地时间2月12早起10点外的时阵，有一台电子的作战机呢载入去到圣地亚哥湾，两个飞行员是拢有逃生，目前状况正稳定。也那这台 EA-18G 的军机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去干扰别人的防空雷达，也会当发射飞弹，有自卫能力。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即马行政命令呢已经签几啊条，嘛因为这时间上过迫，所以互法官呢是未赴来接。白宫就来批评阻挡行政命令的法官，就是司法的激进分子。Trump 甚至佮讲，这法官呢是有严重的违规。这学者是分析讲，政府若准备来无要插这个法院的判决，后手恐惊引起宪政危机。美国总统川普第二届执政了后，一个上台就发布真侪行政命令，暗过雪地全国引起几60场诉讼，包括撤销非法移民美国、出示子女的出生公民权、禁止跨性别等真侪项改变以往联邦的措施。相关人士甲组织拢争取司法救济。面对法院内的阻挡，川普指控法官犯下严重违规行为，白宫也批评阻挡法官是司法激进分子。The real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taking place within our judicial branch, where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liberal district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abusing their power to unilaterally block President Trump's basic executive authority. We believe these judges are acting as judicial activists rather than honest arbiters of the law. 川普第一任期，某一寡引起真大争议的官司，各家最高法院甲尾拢以违反行政停诉法输去。第二届执政，嘛伫咧冻结联邦经费的拨款，删减生物医学研究经费，加政府网站移除卫生数据等命令，叫法官以违反行政停诉法挡落来。美国1946年通过立法的行政停诉法，允准法官停止联邦机关独裁和反起反倒的施政。川普发布真侪行政命令，目前拢予联邦法院以临时禁令挡落来，互川普甲官员真不满。暗过诉讼目前拢属有初期阶段，虽然川普承诺会遵守法院的裁决，暗过嘛表示法官当地阻挡伊的整顿政府。学者分析，若是政府无管法院的判决，后续恐惊引起宪政的危机。The crisis happens if the courts get overwhelmed and really can't act, or if the courts act and make determinations in opposition to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and then th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gencies simply refuse to adhere to the court's decisions. That would be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虽然美国宪法明文规定，联邦司法机构是独立的政府部门，有甲白宫同款的权力，不过本质也是政治化的单位。因为联邦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而且终身制。对于川普做出不利裁判的法官，是由6个无共民主党籍加共和党籍总统所任命的，其中嘛包括现任总统川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的动作有影是真济哦。伊个一直话讲要甲格陵兰岛甲买落来，即马台北人是总算出声，有人讲要倾1兆的美金，甲美国的加州嘛甲买落来，目前已经超过20万的人历史。
大家知影单卖需要啥物无？搁较济日头光、中秋假、溜冰鞋，即嘛有真好的机会用实现这梦想。大家用甲川普买加州，这份由单卖人发起的集资1兆美金买美国加州的请款书，已经吸超过20万的单卖民众人数。其中表示要将加州改名做新单卖，迪士尼的乐园改做安徒生乐园等等，也列出单卖买加州真侪好处，包含改善天气、稳定的由来供应，加对全球科技产业的掌控权。佮考察川普对加州的气嫌姿态，表示川普捌讲加州是联邦内底上破败的州，也甲加州领导人当年袂合，确定会用合理的计数卖掉加州。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展现对格陵兰的高度兴趣，佮讲要将买落来，引起在地人甲南美政府的强烈反对，表示格陵兰是非败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表示，美国要买格陵兰，毋是咧讲耍笑。最近也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支持川普的计划，是因为看重格陵兰的战略甲经济重要性。讲更较清楚，就是利用伊独特的地理位置，整合中国甲 Russia 行动。Its location and proximity to critical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places it at the center of several global debate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Russia has long maintained military assets and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a clear strategic eye,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另外，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大家拢想要爱。稀土元素是为科技甲国防拢会用到的关键材料。美国摕到格陵兰资源，也是非大大要降低靠外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It feels like we're saying they are an object that we can just take because we are the richest,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out having to own Greenland. 华府杂志有一张评论，时机也多是格陵兰3月11举行的大选进程，选举主要议题有格陵兰独立的愿望、甲南美、甲美国的关系。华府的辩论当中，共和党参议员主要以 Russia 甲中国威胁当作美国买格陵兰的理由。根据顶礼拜7份上新的民调，85%格陵兰人反对美国买格陵兰，其中将近一半人将川普的高度兴趣当作是一种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来看这诈骗犯罪，除了咱国内以外，国外案件呢嘛是掠袂煞。这泰国政府呢是规起甲边境的电力、网络，还有石油，拢甲切互断。诈骗园区一个经营袂落，全甲260个人拢甲放出来，其中有7个人是台湾人。咱的刑事局表示讲，这有一个是通缉犯，也若其他的敢是互人骗去遐犯罪，即嘛是要搁爱调查。便衣刑警上门强势控制嫌犯，掠11人大部假投资，诈超过5000万，真侪钱拢西往境外。警方研判背后诈欺集团伫柬埔寨，可能是虚拟货币的方式，然后将赃款移转至境外。被招诈骗据点插旗东南亚，毋拿骗钱，各怪台湾人出国。敌人打击进前，泰国先出手，将泰缅边境部分地区断电断网断电流。缅甸也伫12为当地诈骗园区释放260个外国人，其中7人是台湾人。初步的清查，有1名是通缉犯。假设是鉴定是被害人的话，会依国际原则来把他遣返到原来的国家。刑事局证实已经接到泰国通报，初步调查名单有1个人伫台湾犯诈欺被通缉，是毋是拢是被害者爱国查证？啊，不过诈骗的乱象真猖狂，敢若是今年1月已经受理超过13000件的报案，财损有93亿。版主这个地方在去年也接受了救助了20几位即将要自杀的一个群众，受害者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地狱当中。警方成立专网打诈仪表板，即嘛系统去优化。正式新专区用影像化的方式，甲个人为网站找到属下资讯，也佮加关键字的功能，营造找不明来 ID 或者是投资网站，调查是毋是甲诈骗有关系。啊，不过全网上线2个月过，只有44万外人出来看，警方承认也佮努力的空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昨是15元宵节，拄啊好是落雨天。伫台南咸水一年一摆的风炮，虽然讲是有顺利结束，也毋过呢，其实这规涂骹淡落落，所以环保局就算加派骹手，也是扫甲真力，一直到今仔日早起，拢要被清煞。蜂仔炮放了后，清洁队的人员13透早就开始南河伫咧街路清理炮仔区。尤其是蜂仔炮崩溃了后，这寡纸的碎片，因为落雨黏伫咧路面，就要集中清理，增加真侪困难。很多释放完的鞭炮，在扫的时候都会粘在地上，所以增加了扫地的困难度。这几年咸水蜂仔炮哪办哪闹热，上电了后，整理环境，市府嘛拢伫咧第一时间赶紧完成。这几年来，街路清理复原的工课，大部分拢伫咧隔工早起9点进前就完工。不过今年罕见当着落雨天，清理修尾的工课就愈困难。民众看伫咧眼内，嘛拢甲清洁队员加油。因为湿的关系啊，所以它灰尘都会卡在地上。别人说以前可以用扫把轻轻扫就起来，现在别人要用刮的，可能要用水边淋湿边刮。咸水区全区大约是52平方公里，主要的街路12条，新桥西景范围差不多是包含规个区。市府调动附近11个清洁区队，超过174人次，清运230栋的炮仔附加本数。现在看起来有点落后，因为清理上是有点困难啊，但是我们会尽力在中午前看能不能把它做完。炮仔区对雨水流入水沟内，后续环保局会阁派相关单位来通水沟，避免塌掉咧。一年一届咸水蜂仔炮罕见当着落雨天。虽然活动无受到影响，当地民众信仰的热情嘛无减弱。不过，这变街路的善后工课嘛爱伫咧落雨天进行，毋望伫咧中昼进前就会当完成任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去年7月，这凯比风台来的时阵，高雄三民区宝珠沟的附近呢，有几啊栋大楼地下室拢淹水。水利局是来争取到清理办的中央补助，要甲宝珠沟北边的爆花来贴到1.7公尺遐悬，也要来起新的排水沟。当地里长是希望讲，这桥骹呢，卖当来设水门来控制宝珠沟的水量。去年7月，凯米丰泰大水库，佮撞到年度大楼，和三明区宝珠沟的水泄袂出去，水就对北边较低爆发溢出来，灌入去德山街附近大楼的地下室，造成民众严重的损失。高雄市水利局今年争取到清治办的经费，要来查悬宝珠沟的爆发。当地居民认为查悬确实有必要，不过边的水路嘛要做回改善。这条水沟，这条边路水也走袂出去，就袂当过安尼。啊，为什么路爱查悬啊？无啊，伊这个地瓦降较低啊。水利局的改善计划包括有北平爆花塔悬到1:7，改善沟仔边的排水切口换做较大的暗坑等等。水利局表示，若是要应付去年风台的状况，这确实不是治本的方法。不过，因希望会当先改善当地较高淹水的问题。我的确没办法用治本的方式去解决这么大的水量，因为它本来就超出设计标准。但是我能保住我的防风墙加高，可以减缓社区积淹水的程度。那再加上我新设抽水机组，增加抽水能量，那希望不要再淹到住户里面去。大港福德子头前这个桥桥面这个阮这边遮啊讲用一个迄个防水闸门，因为阮这个里阮是正西里阮甲对面的安吉里迄个各在一条里啦，阮是下含一里心的。因为经费不足，里长讲的水门暂时也无法度做，但是这摆计划嘛有甲下水的水坑改造有自动化调节排水的设施，防止宝珠沟的大水倒灌这摆社区。水利局希望工程伫雨水期进前会当赶紧完成。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在新冠疫情期间，这汉药清冠1号是互人认定真有效的，也通来降低重症的风险。最近的这流感是当咧大流行，专家是来指出讲，这清冠1号同款会当压制 A 型的流感病毒，改善相关的症头，而且对这变种的病毒嘛同款有效果。伫咧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伫咧防治这部分有发挥作用。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指出，清冠1号会当阻止病毒入侵细胞，佫会当减少发炎的反应。苏当时就有185万人食了有效。若清冠1号敢有法度对抗目前正咧流行的流感呢？专家是安尼讲。它就是让病毒比较不容易攻入细胞啦。第一个那第二个。即便它攻入细胞之后，它会去抑制这些发炎讯号，让它不要发炎的那么严重。
研究显示，清冠1號會當壓制 H1N1 流感病毒複製，嘛會當改善因為病毒感染造成的氣管相關症狀，甚至降低肺炎個當前的狀況，比起流感更較會當應對變異的病毒。因為不是很精準，但是它是多靶點，所以它對變種有效。另外，由聯合會精準醫療建構小組建議出來漢藥新冠至少1號，經過臨床的證實，顯示對治療流感的病尾，也就是家掃這部分是有效果的。收錄了231位病人，然後整個醫學統計觀察下來呢，他在1到2個禮拜呢，就取到一個很好的療效。統計顯示，上禮拜類流感的門急診就超過18萬人次，這是最近10年來流感季上懸的記錄。有超過88%的人是無注意預防射的。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除了提醒注疫苗的重要性，嘛呼籲民眾會當找醫生評估，看敢要使用清冠1號來對抗流感。公視新聞綜合報道。這個年過了來，其實真濟所在攏來出現走北的案件，其中有98.6%的患者攏是驗到諾羅病毒，這也是5冬來新冠的記錄。醫師就來提醒講，其實100隻諾羅病毒內底呢，就會當互人來破病啊，也閣有這患者若准吐一解，內底就有幾啊千萬的病毒，所以請大家都愛注意衛生，唔通去互餵着。頭骨頭一直走變數，根據疾管署的統計，春節過了後，全國落社就醫的人次都突破30萬人，創下10年來的新高。在過去4禮拜，發生398件規定人落社，其中98.6%的患者攏驗出諾羅病毒，同款創下將近5年來同期的新高。幾乎1/3都是從急診轉介過來到我門診啊。那這些病患都是因為很厲害的嘔吐、腹瀉啊，有一個年輕人這樣子嘔吐啊、腹瀉了15次。諾羅疫情在春節了後大流行，小兒科醫師王偉力嘛提醒諾羅伊的傳染力袂使無注意，因為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只要100隻諾羅病毒都會互人破病。不過患者若是吐一解，伊的喙爛手甲吐出來物件，都藏幾千萬隻諾羅病毒佇內底，所以定定是一個人去丟掉，規家伙破病。這個病毒在我們腸道裡面，它會很容易增殖，增殖以後，我們排出來的病毒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要被這些排泄物污染的環境或者是飲水感染的機會就很大。感染科醫師提醒，當年的9月到反當年3月，攏是諾羅的流行期，病毒主要是透過糞口傳染，特別是海產類，所以民眾愛避免唔通食青的。另外，要預防一定要用水甲殺蚊洗手，若是酒精對諾羅病毒是無效的，都要用漂白水消毒才會使。不過，醫師嘛表示，大部分感染諾羅差不多3至5天就會治療好勢，無需要上緊張。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國家衛生研究院調查，這骨頭含燒是台灣65歲以上老人定有的病。這骨盆若准指去，一冬內這死亡率是有2成，比癌症還佫較懸。也毋過呢，這研究也顯示講，若准有助抵抗含燒的社，這骨頭指去的風險就會當減15%左右。原來這項研究嘛已經佇國際期刊來發表。台灣今年進入超高齡的社會，平均5個人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社會人。醫師表示，有真濟社會人攏無意識到骨頭含燒對健康的威脅。其實骨頭含燒就甲高血壓、甲糖尿病同款，是一種慢性疾病。若是長期無治療，就有可能會因為骨頭拍無細緻就斷去，甚至增加死亡的風險。最新的研究裡面，這樣子的死亡風險依然有高達18%到20%左右，所以其實髖部骨折之後，還是有1/5的人會在1年內死亡。骨頭斷去的風險其實是會當預防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分析國內健保資料庫發現講，2008年到2018年10年的期間，斷骨閉去甲斷去的患者差不多有33萬多人。這些患者內底有注長效型抗骨頭含燒的藥的比例，為原本的2%增加到62%。有照醫生的指示注射甲食藥的患者，嘛為33%增加到69%。有研究證實，患者佫一解骨頭斷去的風險降低15%。有用骨鬆藥的族群呢，它的一個健保的醫療花費可以節省將近2萬元之多。郭文義指出，骨頭含燒平常時也是無啥物症狀。
人体骨质会因为年岁增加豆豆流失。亲像坐火人甲停经的附近人等等，都是高危险的族群。建议坐火人会当去病院做骨头密度检查，甲医师讨论治疗的方式。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积电高雄厂要粉块，今仔日早起是来进行第2届的宽屏审查会议。民间团体呼吁爱实际来检讨，希望会当伫风尾所在来架设一个空气污染的观测站。台积电是表示会考虑，这摆的宽屏总算通过，台积电也会伫2月21进前来修正环境说明书，才送去到市府来审查。本专案小组建议通过环境评估审查。过1个月，台积电高雄厂要伫 P3 厂房东边土地扩建 P4 甲 P5 13店铺，伫咧环保局召开宽屏第2届初审会议。经过2点外钟的讨论，专案小组审查了后，确认通过宽屏。不过，伫咧台积电公布了后，民间团体也呼吁台积电以实质减碳取代空气污染底外，也希望增加空气品质测站。是不是可以承诺，就是说我们请这个开发单位增加监测站的站数，就是特工的监测站的站数，目前规定是至少4座。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可以，就是要求本案优于法规的要求。由宽屏委员建议台积电针对高铁延伸到高雄火车头，对台积电周边交通规划敢会受影响，做伙纳入考量。南边是不是再加设一处车站？我想特工站的设置，我们还会提出设置计划。那这个问题我们会列入考量。台积电回应专家也有民团的意见，拢会纳入参考。伫咧这届审查通过了后，台积电也要伫2月21进前补充修正环境说明书，经过专家的确认了后，送市府审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这站在国内科技产业有影是欠人才，除了理工科呢，即马就连数学甲物理等等背景的学生，也有超过60%去做科技业，一个月是平均赚买7万块。人力银行表示讲，其实读数学甲物理的，因为分析问题的能力呢是有影较有优势，也那学生也会去考外语的检定，来增加家己的条件。过去读数学或者是物理系毕业出业的学生投入科技产业。我们在判断一些数据的时候，可以比其他同侪更有基础的理论去知道说，这个资料是对的或是错的。那我们也可以更快的透过逻辑的关系，就是去分析说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人力银行针对国内有数学或者是物理背景的学生甲上班族来调查，发现有超过80%以上的学生毕业了后想要做科技业，有超过60%有进入科技产业。因伫工课场的职务包括软体、半导体、品管甲设备工程师，平均的月给差不多是69600块。物理、数学方面这些扎实的训练都可以用到这些应用科学方面，尤其像半导体。人力银行表示，读数学甲物理系学生有4大技能的优势，包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清楚、思考周知。会晓统计甲运算，也有发现问题能力。数理系他们毕业的学生呢，对于自己的职场满意度是非常高的，大概都有高达70%以上。同时，他们也觉得，学用落差并不是太大哦。他们觉得，契合度大概也高达了7%左右。人力银行讲，真侪数学物理系学生除了有这样的优势，也会另外考外语的鉴定，或者是修下领域的学程，透过全方位的发展，提高因伫工课场的能力。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这骑机车死伤人数呢，18至24岁是占上侪，也那65岁以上的这比例呢，嘛是愈来愈悬。即马为着要来提高民众的交通意识，今年台北市是来开放18岁以上还未考驾照的人去报名车路的训练，结合驾训班的训练，一个人上悬是会当补助6500块。伫咧路顶骑机车，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机车若是出意外，定定拢是肉包铁。根据台北市交通局去年的统计，18岁至24岁骑机车的死伤比例占上侪有22%。为着要让少年家了解安全的骑车技巧和车路风险，今年特别开放18岁以上还未考驾照的民众，通报名总时数5点钟的车路训练。北市所这边有特别在开办。在考照前的道路的驾驶训练，那这一部分就是必须要去搭配申请取得学习驾照，以及你年满18岁这样子的资格，结合着台北市的那个
已经有的驾训班的训练，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名。除了少年家骑机车特别注意，根据交通局的统计，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机车市场意愿嘛是当年有增加的趋势。该分班的教练表示，根据因的观察，时代咧骑机车上大的问题是定的无拍方向灯，特别或者是真危险的行为。是老人家其实在骑车的时候，对于那个车道线的遵守会比较薄弱哦，就是尤其是摩托车，就是我们车道地面上都有画那个车道分隔线。那摩托车骑乘的时候，其实它在骑乘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偏左或偏右，那甚至是在跨越那个就是白虚线的时候，虚白线的时候，那它其实会没有打那个方向灯，那对于后方来车其实他就没办法去预判他的驾驶行为。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为着要鼓励民众来上车道训练课程，若是结合甲分班的场来训练，一个人上关计共是通补助6500块。另外，若是65岁以上高龄班的车道训练费用是完全免费。希望透过训练和宣导，通互民众知影车道环境的风险，保护家己，嘛通减少对别人的危害。记者卢尚祖、郑准佑台北报道。桃园的平镇呢，真侪社区大楼这水塔水质拢落，是影响到1200户的民生用水。台水公司是来解说讲，就是新进的人员的操作无细腻，毋才会去造成的。伫咧拜五进前会甲水塔拢洗好清气，也若这千外户的水钱也会当来补偿。社区大楼的水塔跳水池出现黄黄的水甲白落的水质，不少人烦恼污染，拢毋敢啉。几天前就开始不要喝啊，拿洗东西来喝。上个月才清洗水塔，那住户在上个礼拜开始反映，奇怪，为什么我们洗完水塔以后，水怎么是这么浊的？桃园平镇区传出6栋社区大楼，差不多1200户居民的民生用水受影响。台水公司表示，为清气用好这边的水源，水公司定期进行自来水管排水工作。这摆是因为新进人员操作无细致，伫消防栓例行放水的压力差伤过大，扰动管内杂质，影响社区用水。目前大户黄水的管内自来水拢已经排除了。开关开大了以后呢，那个变成压力差比较大，所以水流速度就快，那以至于把那个管底的部分有一些泥把它扰动起来。恢复了，好，这样干净多了。水塔清洗了，领受王朝社区用水也恢复。代志发生了后，台水公司已经派人巡查各大楼社区水塔甲跳水池，也承诺拜五进前会陆续完成水塔清洗，各补偿损失，适度减免水费。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做伙来看这正珍贵的画面哦，是有民众暗时驶车的时阵，经过大高线水尾5号这个路段呢，伫咧路面去撞到一只熊仔囝。主要呢，因为这乌熊呢，普遍来讲拢是伫咧倒溪出现，这回有影是真特殊，所以就互民众用手机啊甲录落来。黑熊哎，给你，小黑熊，小黑熊，是吗？小黑熊对。小黑熊，伊停的时候你都爱停啊！你搁一直。这乌熊创的新道大高线事件是发生伫1月7日透早5点10分，民众驶车经过花莲水尾乡5号路段的时阵，发现路径有一只乌熊，看起是一只细只乌熊，唔知是安怎走去车路。附近的人拢惊一条，因为乌熊大部分拢出现伫倒溪乡的山区。他遇到，他没有停啊，没有赶啊，他直接开车过去啊。平常我们这边没有熊哎，可能上面面好吃，跑来这边吃啊。乌熊伫路里走，好佳在无发生意外。暗过画面上传到网络了，引起争议。林保署花莲分署是呼吁，拄到乌熊千万唔通改赶，应该赶紧离开，才被严刑抢夺。你是在汽车里面的话，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下车。如果是在山区的话，遇到黑熊，那我们尽可能的跟黑熊不要有眼神的接触，慢慢的退后，然后逐渐的拉开人跟熊的距离。那通常这个时候，黑熊就会慢慢的转身离开。林保署强调，台湾乌熊未当眠，伫天气寒的时阵，拢会到低海拔地区活动。呼吁住伫山区或者是山脚民众，将食物或者是喷烧好，才袂侵野生动物来找食物。若发现乌熊了后，马上通报林保署。公司新闻花莲报道。
台东县府自前年开始，就来改造开放台东森林公园，甲生态检核呢放入去工程的项目内底，也就是讲所有的工程呢以未影响生态为主。结果发现真侪正珍贵的大鸟，互人看到是真欢喜。台东森林公园有280公顷，20年前对外开放旅游，延过一年有40万人次来遮。不过过去动物的生态无遐多元。政府从112年开始做生态改造的工程，以莲花池附近来做改善，去做结合地形的观景平台，减少对鸟的干扰，也有流动水池啊，避免水质受到污染。施工的过程当中嘛做生态检测，若发现有罕见的物种之外，就会停工。去年施工的时阵，就有9只乌面腊杯休伫莲花池。这个月还佫发现龙李白甲草路等等袂少珍贵的大鸟。很惊喜的监测到。冠屁蹄，然后白冠鸡跟指鹿这些很珍贵的鸟类来到了莲花池。官府表示，那施工那监测生态，这款施工的流程会当降低生态干扰。虽然捌因为大鸟休伫遮停工1个月，不过会当影响经营森林公园的生态景观。包括一些我们外来种的移除啊，施工工班的教育训练，以及施工中发现一些异常的通报。台东森林公园改造的项目，包括保育原生物种、去做生态亲子学习的场域，也有乌头翁游乐场、甲通化旅馆等等，互民众会当认捌自然生态环境。按说后个月就会完工。不过县府讲，即马已经有大鸟会来遮休，未来会提升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价值。后礼拜5就是世界母鸡日，文化部呢是伫这个拜6礼拜来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的活动，来推广台湾的国家语言。伫活动当中有改编1950年代共名的台湾艋舺诸葛四郎，会来奉上台语，也有台语甲客语2个版本，邀请民众斗阵来听母语，也来了解母语的文化。少年兄就是名声透镜社的诸葛四郎。这出动画《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是改编自1950年代的共名台湾艋舺。诸葛四郎捌伫7年前，互人改编做舞台剧，即阵有改编做动画。这出动画会以台语、客语2种版本的配音，伫拜6礼拜的国家语言生活节放送。会使配阮爸爸讲的台语，阮妈妈讲的客话，来介绍予这世代的人讲哦，迄阵是啊，因讲的话是安尼。迄阵的艋舺是安尼，我感觉真有意义啦。去年2月，文化部针对台语也有办一个台语 Flow 生活节，透过节表演来推广台语。但是去年部分的表演，却互节家长反映，讲华语的比例占伤侪，引起批评。文化部迄时有回信咧，母语团体是希望即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参与的团队就要积极讲母语。咱遮的国家语言，其实除了华语以外，拢是拄到足大的这个传承危机的啦。即摆既然有要办一个安尼国家语言的活动，咱就爱好好啊讲，勇敢甲讲，毋免搁惊别人听无，爱伫咧内底掺足侪华语安尼。另外，母语团体嘛指出，希望即寡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族群，唔通干那有母语活动的时才咧使用，就要透过其他政策的配合，才通达成生活化的目标，互大家伫生活当中自然讲出家己的母语。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13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3度到17度，南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东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外岛地区10度到17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